菇类是属于真菌，这个不是动物，以前是归在植物门下，叫高等植物。这个羊菇是低等植物，但是呢，因为低等植物太大了，有几万种太大了，所以呢，又把它分了一个门，叫做真菌门所以呢，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们的世界上呢有个叫做生物跟非生物，知道吗？就比如矿物啊，那就非生物有一种生物，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呢，生物跟非生物之间的东西是什么？又不是生物，又不是非生物，是什么？听过没有？就是病毒 virus 它呢？你说它的生物，它没有代谢，没有吃喝拉撒都没有，但是呢，你说它生物，你都不是生物，但是呢，它又会使人植物动物生病，它到了那个细胞里面的复制多了以后，又出来又什么，它会一直增殖。非生物它又会这个非生物不会增殖的，又像生物。但是你说生物，它没有吃喝拉撒，没有代谢，所以这个那好了，今天那太深了，不谈了。就是你要知道，生物、非生物，还有一个生物跟非生物之间的一个东西那么那个菇类是什么？刚才你讲了，你很聪明叫做菌类这个菌类不是那个所谓的动物或是植物。好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在下面一张。好了，现在前言的讲的，我们在讲的上面讲分类的概念，现有台湾的菇类有羊菇、香菇、木耳、灵芝、樟芝、鸡肉丝果的研究的趣谈，还是认识有毒的菇类。这个想不想知道？看看有毒的菇类跟没有毒类的分，要不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我在那个大陆他请我去，前差不多10-20年请我去，在那个云南那是菇类之多那个地方，低温高温多湿，那个最多菇类的地方请我去。今天请你来最重要的是请你告诉我什么菇有毒，什么菇没有毒，怎么最简单的这个分辨的方法最简单的分辨，要不然他们呢常常有人中毒甚至死掉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非常的重要，很重要那么他问我，我答复他一个很简单马上就知道了。你想怎么知道？马上就可以知道。或者怎么呢？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很简单，你试试看嘛，会死掉又有毒嘛，不会死掉就没毒嘛。准不准？对这是开玩笑的但是呢，你说要用化学要什么东西，都现在没有一个，因为那个毒有的神经毒，有的胃肠毒，有的什么毒，那个毒就很多种，那个 unknown 的都不知道什么。你说要分析这个东西办不到。有人说那很简单，拿来跟饭一起煮了会变黑就有毒，不会变的那个东西。尤其神经毒的那个什么都没有变，但是一吃就死掉。非常非常毒，有的如果你真的咬一咬吐出来，你已经中毒，非常毒。那个叫做勾魂食子，会勾魂的，有没有？在台湾有，在甘蔗园里面都有，千万不用随便采来菇，好多人采来菇的就死掉了那个所以呢，菇不能够随便吃。那么今天告诉你哪个有毒，哪个没毒，我们慢慢的看知道一点是多少。好，那前面那个现在最重要的呢，要讲分类讲分类最重要的看呢，包子是有的是白色的，就是那个一折叠的那掉下来那个颜色是白色的，有的是
这个褐色的，有的是这个红色的，有的呢是黑色的，纯黑的，这里没有弄出来，纯黑的木水菌的那样。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分类就看孢子，这个很重要啊。第二个呢看这个菌褶那边，然后呢看这个菇的形态啊，这个这么那个叫菌环，看有没有这个菌托在包有没有就是看这个那么这里面还有分类呢，是4个包的、2个包的那么还有多个包的那个孢子的不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来看呢，普通这边呢是2个孢子的，孢子是长在外面。另外一个呢，刚才羊肚菌有没有？羊肚菌，它那个孢子是长的这个一个囊体，囊体里面有8个孢子，它不是在外面，它是一个囊体，包在里面的，那个东西叫做指囊菌那么这个东西都是分类的上一个初步的大略。好，在下面一张这边放大一点的这个上面有没有鳞片？那个尖那个地方是怎么样？这个菌环，这个就或者这是甲根甲根呢，有的呢是很多的，有的是1条的就是从这里面呢做分类的基础，看了就好，看了又怎么样？很重要的要把它忘记。千万不要记，因为你现在没有观念，你记不住的，记也没有用记也记不。你要知道有这样的印象，需要的时候再回来，你一看就记得所以念书，小朋友叫你念书你不要死背。他不懂的时候看过去的看看我这个需要，你再回来看，你就一看就记得。这个的，要不然的话呢，你一看就背了，这嘴巴背得很熟，过一段就又忘记了，没有进到脑子里面去。这个你将来要做总统，要做博士，这是重要的。今天你有福气，这个将来就可以念书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好，在下面，前面一张我就还忘记讲了。这个尖这个呢，尤其肌肉丝菇，这个上面呢我这个讲了一句话在那个鉴定的一句话，如钢似铁，这个上面硬的会砸手像钢铁一样的如钢似铁，那个是肌肉丝菇的特点，别的菇没有一种菇是这个样子，因为它要从很深的是钻出来的。那个呢，这个尖钻体这个就如钢似铁。我这个在前几10年在网络里发表的，到现在全世界都用我这句话那个颈尖的这个地方如钢似铁，摸起来会硬会刺手别的菇类摸起来是软的，它那个是硬的会刺的这个如钢似铁，这个的肌肉丝菇这根是1条，一直通到下面，一定有白蚂蚁的窝。它从白蚂蚁窝这么到外面的长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好，这分在下面。好了，现在还有多少时间？1小时。现在几点？11点半。11点半。11点半是吧？那还有一个小孩还可以讲我的快到了，给我讲这个留守时20分钟了，有没有问题大家讨论这样好不好？好，这个呢这个菇类一个一个讲不多，只有2万多种要讲这么多吗？受不了也没有必要。所以呢，我们现在看过去那么现在呢，这个羊菇吃过吧？羊菇有在前几10年呢种的是这个种野生种这个种也是种的我们的 campestris 那个这个是 Agaricus campestris 那么现在呢栽培的这 Agaricus disporus 这个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里？菇体完全一样，
以前也一样种来卖，真的。但是这个呢，我们种的时候一瓶最多只有20公斤。现在这个呢，我在研究的报告里面呢，最多一瓶120公斤，差这么多啊！种养菇想要做的那也好，现在在那个大溪那里有一个世界级的，我去知道，大溪那里有一个，现在养菇呢1公斤270块，以前呢外销的是20块，啊，以前是20公斤的很好，现在呢，平均最少50公斤，那200多块，现在是非常的赚钱，非常的赚钱，所以呢，这个很多人想要种，但是门槛很高，做起来，这个现在世界级的，这个已经世界水准了，在那里有，那么这一种跟这仍然不同，这个呢 ，compostry 就是4个孢子，这个呢2个孢子，它差异就是在那个准则里面用显微镜看，这个分得出来，其他都赶快。所以你要分类要什么，那要再详细讲的话，那要进去，你知道的。好，在下面一张。好，这个也是菇类，也是这个菇类的一种。我们呢现在没有时间，就是一种一种的看过去就好在下面一张这个也是这个那一种好，在下面。这个呢有毒性，孢子也是这个褐色的，什么都是跟养菇一样，就是这个上面呢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是有毒的，有毒的也不是很毒的，不会吃死人的，但是吃了就会中毒，所以有没有毒，你不能光看孢子，你不能看着还有细分，要详细细分，要知道了以后。一句话，菇类不要随便吃。当你呢知道很熟了以后，你再吃，不然的话呢，很容易让你中毒。好，在下面，有很多孢子印白色的口头的鸡种鸡肉丝菇，鸡肉丝菇刚才讲的是大型的一种菇，它那个孢子是白色的。好，那个形状可以看看。这个尖尖这个地方，这个如钢丝铁，下面呢一条根一直通的白马蚁窝这个东西呢是这样，这下面一定白马蚁窝，这个是红皂的，这个是从那个马蚁窝要出来的那个一直转的那个从土里面转出来，有的呢是1公尺以下就开始这么转到上面来。因为南非有一种鸡肉丝菇，很特别，吃了以后是怎么呢？人流汗是香的，小便也是香的，大便也是香的，所以呢非常的珍贵但是现在要种我也种不出来，全世界还没有人种鸡肉丝菇，现在。我已经是最先端的，研究的最先的，在网络可以看得到。那么一个美国的一个朋友，他在 ATCC 里面工作的，他希望我写出报告的英国的那个杂志，希望给他写一篇这个东西。美国的杂志也希望我写的，但是呢，我都没有写，因为呢，我的英文很好，我说你们的英文太差，因为我写的英文你们不一定看得懂。其实是我的英文不行但是吴老师看了能不能够写这个很难，因为他呢也很多的专业的 term 不是我们英文可以写的所以那样很专业的。那么我也没有这个时间但是写这个呢不是论文，我已经这么老了，不想做这个事情。所以呢，鸡肉丝菇这个鸡肉丝菇这是我是在台中那边草地里面造的。这个呢，鸡肉菇有的是长了一堆在一起，有的长1个2个的这个品种不一样最大的一个我采了有500个 gram，500个 gram 是不是差不多有1斤的这么大
最小呢只有黄豆那么小，所以呢，它那个品种也有5、6个，那个都不一样啊。好了，在下面，这个下面呢，这个菇呢全世界这个发明的在哪里呢？是台湾发明的，全世界第一次出来在台湾，在台湾发明的。发明人是谁呢？就发现的、栽培的发明人就是我，是全世界。这个你们看，这一根呢最大一根呢绑起来呢一次多少？这个1公斤。那么这个一捧弄起来最多的到10公斤。这很多很大的一个菇这个菇呢种了以后叫做它的名字叫做 Trichoma 几根藤，叫做什么菇？以前没有名字，我说几根藤我就叫做几根菇好不好？这样弄起来，结果呢，我们那里的首长他说不好，他这个几根菇这个名字不好，他要叫什么呢？叫做金福菇。金色的金，福建的福，我那个福。后来有一个呢，就问他那个审查来问他，为什么你要叫这个福？因为我那个首长的名字叫做杜金池，他有个金，福是我的名字的金福菇，他想着这样的话弄起来世界成名。那么有人在笑他呢，还有一个人呢，彭金腾，他也是金啊，你们说呢？都不一定你了，走了噼里咔啦这么的，后来就定成金福菇。金福菇在台湾现在世界有叫这个金福菇。我本来叫呢，因为它很长很长，叫做牛鞭菇，吃什么补什么。他说不好了，这样的话，这个真的太土气了，不了。好了，就是金福菇，就是金福。这个菇呢，在我们这边呢，种了太大了，销路不好，这太大了，那么大陆哪去种？种了以后呢，长出来就死掉，一长就死掉，长出来很多就死掉。后来请我们去，我到我到北京到人在那里演讲的时候，好多人来听。他就请教你这个在台湾就种的，又是这么大的问题，怎么种的？我说你怎么种的？他说怎么太空包一样的弄出来，我就让他出菇啊。我说你多少时间来做？他说一长完了我就让他出菇。我说当然会死掉了。那个人也好，所有人的10月怀胎，你4个月、3个月就知道出来给他，那出来的胎一定死掉吗？要不还没有成熟嘛，当然是的。要多少？这个菇有6个月才会成熟，出来就会这么大。如果呢3个月就100天出来的呢，就是小的很多。如果3个月以内就让它出来就死掉，因为发育它那个分化还没有成功所以呢，他一下知道了以后呢。就生产了，后来告诉他们1年也是生产了5000吨，因为很大，胃口很好，口味很好，很多人要这个。好，在下面，松茸这个听过吧？松茸才前几10年呢，1公斤多少钱？6万块，难得的那个松茸是很珍贵的。后来这个大陆这个云南那里那野生的很多，就去采，日本就派了飞机那里去摘，哇，摘来赚很多的钱，是这样这个我到那边去他也很客气，天天请我吃松茸，这个松茸，台湾有没有？也有，在八通关有一点不多有这个松茸，松茸是什么样子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是长成这个样子。台湾的松茸是这个样子，不太一样，味道就是松茸这马自达片，以前是非常的贵，后来多了就便宜了，什么东西多了便宜，可以不可以种？可以种，但是呢，这个种起来很慢，它因为要共生菌，要松树的根
然后呢结合在一起，然后才会出来。你这样种下去是不会活的，它要寄生的，要怎么种？我想啊，这个东西今天的讲的就太多了，讲不完这个东西。口语种知道这个意思。好，在下面，这个是什么呢？哈，什么菇？蜀菇这个也是差不多是这样的哈，这个如果你是讲的有这个特性，但是呢它有毒不可以吃，所以不能够说有白色的上面尖尖的都可以，不是，你一定要很认识，所以不认识的菇不要随便吃，吃的中毒的机会很多在下面。但这种呢就是孢子白色之侧耳，那这大家很熟，这个一共有150多种，1590种那个45个属的1590种，那是什么？香菇的那个鲍鱼菇的那些菇的侧耳这一类的菇的在下面香菇我在苗栗的知道在种香菇现在越种就越难了，为什么？年轻人不想做，太辛苦了，不想做，不想做呢。那好了，他那个苗栗那位先生呢很有心，他说我也70几了，传也传不下去，好了，召集学生要来人到我这里学，不要钱，我要供你食宿，还有地方让给你，资本也给你出，就让你学，这个条件很好啊。后来有4个学生过去，都是年轻人去，做了1年不做了，为什么？产量不好吗？产量很好，因为太好了，所以不做了。为什么？一长菇1个礼拜，日夜不睡觉的要烘菇、采菇，弄得实在是精疲力尽。采了1个礼拜以后，采完了，3个礼拜没有菇，休息3个礼拜，那个不是套路那。我的要上班下班这个样子，我那个做了有日没夜不睡觉的事情呢，都不干，又不种了。所以将来香菇会有危机，要种的人越来越少，能够做这么劳力的越来越少。那么香菇大概是这样的，长成这样，多的时候会变成这样在下面那么它那个我们弄起来，有的那个1年就下去了。很多的他们讲的，哎呦 ，barbecue 了，我有 barbecue 那是什么？这个是完蛋了，就是采不完了，很多太多了有的，所以我现在在苗栗在那里我在开一个会，叫做怎么每一天生产1辆的那个另外一个制度，那个生产的方法。那么在今天呢，我不是生产会议，也不讲了那么现在呢？跟那香菇同一个呢，有一个的虎皮菇这个东西也可以吃，跟香菇相近的，在下面一张这个呢就是这个豹皮菇长成这个样子，也是香菇差不多的，不过这个都有点花纹的，这个是有毒，吃起来会呕吐这个不可以吃。讲的是什么？这么多的菇，一种的都很相近的，但是有的有毒，有的没有毒，所以呢，不要随便吃。所以那天呢，我跟他们讲的没有错，你吃吃看，会死掉就有毒，不会死掉没有毒在下面一张，这个包子白色的鹅膏菇，这个是马来头这个是非常。这一组属的菇呢这个呢下面这个包子白色的，下面有卷包的，这种的叫做马来头这个叫鹅膏菇，这个90%都有毒。记得上面是包子是白色的包子这里长得出来包子是白色的，还有呢这个有的包的。90%都有，大致都有毒，不要去碰它在下面一张这个东西呢具有剧毒，这个呢边是这也是一样，包子白的下面有包，那么这个是有剧毒，吃了也会死掉的。在下面一张这个更可怕，叫做招魂使者，你只要碰到它就死掉了，非常的毒。在台湾那甘蔗园里面常常会长，
啊，你吃错了，一定让你死掉，啊，你尝一尝吐出来你就中毒了，非常非常毒，千万不能够碰它啊，所以不知道的菇不要随便吃，随便吃非常危险，尤其是马来头，包子是白色的，有那个包包的，这个是它的特点，是马来头这鹅膏菇的特征，在下面，这个东西也一样，包子是白色，下面有包包，但是上面是这种颜色的，这个东西呢叫做什么？橙黄蛋，橙黄蛋的鹅膏菇，这个品种呢又可以吃，有毒的也有少量的可以吃，要不要吃它，给我少吃，不要去搞这个东西。在下面，那么这个东西呢？做的蛋子做的那个包子是淡红色的，那么这个东西是长有包包的，但是包子是淡红色的，这个没有，这个因为太少了，还没有人吃过。在下面一张，这个是大家都吃过，草菇吃过没有？草菇，这个草菇草菇呢是不包的呀，不是呀那么这个东西呢这个比较大这个长的形象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有包包这个包包这个吐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包子是红色的，它不是白色的，这种都很好吃好，在下面一张，但是包子绿色的这个丸笔菇颗颗的这个绿泽菌，这种的菇是常看的，我们的草地常看的，围成一圈那个。模拟环一样的，一种环状一样，叫做模拟环就长得这个样子，一个环就这样长的，上面有这鳞片的，这个下面呢包子呢你把它摸一下，本来有的是灰色的，有什么颜色的，摸一下，它一受伤呢，那个菌褶就会变成绿色的，叫做绿蛇菌，那个绿蛇菌呢，在南投有一个学校的老师，生物老师，他在学校也长了一个模，他说这个就是肌肉丝菇，哇，那弄得他不随便讲的，真的，他也在那网络的发表，我马上打一个电话给他，我说这个绿蛇菌会死人的。你不要胡了，将来要是死了，你告诉人的那个人，将来你要负责了。他赶快收起来，还特别给我致谢。哎呦，不要，我说不懂，不要乱搞，搞得非常危险。这个在台湾最多人中毒就是这个，常常会有要送医院中毒的，这个不会马上死掉，说呕吐这个什么的恶心的那个就是这样的，多了当然也会死掉。这类例子就常见，台湾最多人中毒那个。好，在下面，但是准门的鬼鼻目鬼鼻科的那个这个长菌那个长裙的那竹荪有没有吃过？竹荪有没有吃过？竹荪。竹荪有没有吃过？竹那个竹荪有人说是竹子里面的膜因为它薄薄的前几任那个农委会的主任委员也特别打电话给我，他是观光饭店那个老板人家跟他讲，他那个竹荪是竹子里面那个膜那个出来的那个做的很好吃，但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你也是植物病理的，我也学植物病理的，都要知道菇的，那个是菇嘛？怎么是竹膜呢？那个东西呢？对，那么它那个竹荪呢，从这里开始脱了它出来，到了长成这个样子，大概只有40几分钟，到了开场看完只有几个小时，就开始谢了，所以呢，竹荪呢。往那下来很快的下来，这种呢是可以吃的，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种呢是黄色的那个，这种有毒，这种又不能够吃。这种是钟慧田他在
在这个这什么公园呢？就是在我们的那个附近的公园的山上里面走。在小的时候这一个单子，以后长出来是这样。这个就有毒，这个没有毒可以吃的。有毒没有毒要相当的认识，不然的随便吃还是中毒。好，在下面，那这种人的灵芝科的那个灵芝大家晓得吗？这里还有多少分钟？我就可以Q&A 了啦。好。现在11:46。对。好。现在11:40。好，还有15分钟，请大家。那个灵芝科的灵芝在台湾以前是非常重要。民国52年，在那台中公园发现一个灵芝，报纸一看，惊动的立法院，惊动的这个那个国大代表那个什么公民大会就这是国宝。通通都很重视那个。后来来问我这样，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那个灵芝那些东西是树的长的一种树病而已嘛。那个李时珍的讲的是腐木之余气呀，说是长生不老，胡说八道。但是它也有它一定的一个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用。但是我们把它当做国宝的那个，后来就开始研究怎么人工栽培，人工栽培一成功了以后呢，这个你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灵芝现在到处的有泛滥都可以，因为太容易了，有想种的人跟我学，我可以教你，一下你就会，也是几分钟你就会种，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好，在下面一张，这个灵芝呢，这个东西是正灵芝，就是这种的性质。这长在外面的都差不多，看不见。在下面一张，这个热带灵芝，长得是这样子，这个好，在下面一张，这个枝柃，枝柃是我们的松山灵芝，这是种的最多的，这种种的最多的，但是呢，野生的只是这个样子。又看不太出来，但是你去栽培，它会长柄的，什么给诺德玛是什么？上面这个有一层蜡质会亮亮的给诺德玛，枝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松山是松山有一种树它在那上面会长的，松山灵芝这个是栽培的最多的，在下面，这个东西呢是。Australia 那么这个东西呢，大家就讲猴座听过吧？猴板凳。猴板凳听过吧？就是这个东西，它呢这个孢子会飞在这个上面的，满满的在下面一张，但是卷门的多孔卷木科的菇类还有一个呢，多孔卷门的，还有最有名的樟芝。樟芝很便宜一个呢现在也有了100-200万的，我有，那么一斤呢大概现在都是几万块钱，那么做什么呢？他们的都说抗癌最好，癌症的什么都很多人，那非常的贵，真的吗？但是有好多朋友他是做这个，就是做樟芝，还是死在癌症。所以可以以减缓，可以有一点的，但是不是绝对性的这是樟芝在下面，樟芝普通一般呢是长了一个皮就出来了，那么这一个呢长出一个特殊造型呢，有这么1尺多长的，它那个标价是200万。有没有这么多钱呢？那你叫一叫都不会他就叫了，它是镇宝之乐。那么这个是我以前采收收有的，那个一共呢1公斤，1公斤呢现在没有，因为我破开来分给了好多朋友就给吃掉了，有没有用？有用。我以前呢不能够喝绍兴酒，一喝牙齿就肿起来、胀起来，会火气很大，不能够吃。后来有一次蒋淹士那是2党头的时候呢。到我们的市场一起吃饭，
那中央大学一个那个系主任啊，蒋介石的一个的敬酒，他吃的也是绍兴酒，当时啊，要几十年以前。那个喝了一杯，他说好，宋先生，现在蒋介石来了，这是毒药，你也要给我吃，那没办法，那讲究这个盛情难却，这个不敢不吃，给他吃，吃了以后他们就来了，好了，这个问的蒋院长哈，这个请你吃你的吃，那我这个院长，你喝不喝啊？你不喝啊，你就有大小眼了。我没办法，这一来了喝了好几杯，回去也完了。那天晚上的话，牙齿都肿起来，肿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住在那个宿舍，那个宿舍离那街上还蛮远的，晚上也没有人吃的搞了，没有办法弄起来。后来我想起来，就是那一块那个张志的，我的削一削，跟看起来吃下去。吃下去啊，只有10分钟，就觉得这噔一下它有种感觉，后来就一直削到我们在连吃了几次的以后呢，后来再吃烧两酒，没有问题，体质改了，也没问题了，所以它有相当的一个这样子。现在原住民也在当做这个宝，可以解毒，很多的毒都可以解，这个是很好的宝贝。台湾唯一的特产，在大陆不会长，很奇怪，找不到，就是台湾也长在一定的树上，叫做牛樟，牛樟会长，其他的都不会长，牛樟会长这个叫做牛樟子。想要栽培吗？这个找我，我可以教你怎么栽培。来，下面。这是洋杜鹃，刚才洋杜鹃呢，往就长得这个样子。这个都是有包括孢子是在里面，不是长在担子上，不是在是包在里面，这个指囊菌的，就没有时间在下面看看，这个呢是蚕蛹，寄生蚕那个上面蛹的上面的这一种那个叫做什么？蚕蛹草。冬虫夏草的一种，冬虫夏的一共有一种，这一种的蚕蛹是寄生在这里。这个呢，经过分离、经过培养的，很简单，可以长得瓶子的，一瓶的，已经生产。如果想要种的，我可以教你怎么种，可以的，这蛮好卖的，价钱也蛮高的，用这样的可以生产。在下面一张，这个东西呢，冬虫夏草叫 Sinensis。就中国大陆的要4、5千公尺的上面长，寄生在这个叫什么蝙蝠蛾那个里面，它的蝙蝠蛾那个幼虫坐在土里面吃草根的时候，那个这个冬虫夏草的菌呢，它很喜欢碰的那个蝙蝠蛾呢，碰到那个它都寄生了，蝙蝠蛾是重病了。重病了以后呢，它就一直在长了以后，蝙蝠蛾就死掉了。这里面的长满了菌丝，到冬天的雪盖的雪一融了以后呢，它就长出在下面一张，就长出这一根东西，就这样长出来。这个是冬虫，这是这样夏草。有一个叫做讲鬼故事的那个叫什么名字？中原，他一起给我开会，我前阵问他，我说你在那个上面讲那个胡说八道讲的是，冬虫夏草什么，冬天是手，夏天就是好，你只要吸收日夜精华什么，他很会讲这个东西。我说你不会扯淡，我就是做冬虫夏草的，没有这回事。虫是虫，那个这是一种菌类，那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什么吸收了日夜精华，胡说八道对不对？这个呢也可以用人工栽培，也可以。那现在难度很高，因为冬虫夏草，我本来想要像那个蚕有没有我们那个蚕丝的那个蚕呢，它会那个排卵的是不是一排以后拿来就可以用？那个蝙蝠蛾是空中下蛋的，噗在一弄出去的掉下去。
很难产这样。哦，这里面对，一讲这又是一个钟头讲一讲不完，一讲有机会的，就是讲这个它有后定的叫做 Synthesis 那个叫做4号的它的这是它的专利的名字，别人不能用好了，这呢是生意呢不谈了，下面好了，我就是讲了以后，就是跟各位一个人我写了一本书台湾口条的有给你那个是一样的这口语不能亡，文化不能灭，客家语垂青，谢谢各位。